你嘅夢想係宇宙俾你嘅訊息。你有冇試過喺夜深人靜嘅時候，聽到內心深處嗰把微弱但真實嘅聲音？佢輕輕咁話俾你知，你想探索嘅世界，你心入面燃燒緊嘅夢想，並唔係偶然，而係宇宙俾你嘅訊息。每一個夢想都係宇宙引領你走向真正屬於你道路嘅指引。我哋成日以為夢想只係遙不可及嘅幻想，甚至會驚踏出第一步，擔心自己唔夠好，唔夠資格。但請你相信，當宇宙喺你心入面種下一顆夢想嘅種子，佢亦都已經賦予你令佢綻放嘅能力。夢想係靈魂嘅語言，你嘅夢想唔係無根之木，而係你靈魂深處嘅渴望。當你發現某件事令你心跳加速，雙眼閃閃發光，嗰一刻，宇宙其實已經同你講，呢條就係你嘅路，勇敢去追尋啦。踏出第一步，宇宙會為你鋪路。好多人都停留喺夢想邊緣，唔敢向前，因為驚未知。但宇宙嘅運行法則就係，當你肯行出第一步，整個宇宙都會開始運作，為你帶來指引、機會同支持你嘅人。你唔需要一開始就睇清所有細節，只要相信每一步都會帶你更接近你嘅夢想。相信自己，亦都相信宇宙。夢想從來都唔係空想，而係靈魂嘅召喚，係你嚟到呢個世界其中一個重要嘅使命。當你選擇相信自己，當你願意追隨內心嘅光，你會發現宇宙早已經為你準備好最美麗嘅風景。今日，請對自己講，我嘅夢想值得被實現，我亦都值得擁有我嘅夢想。Lift me